嚟今日講講空調，呢個視頻淨係講空調。呢一隻美的嘅第一批1級能效嘅呢一隻機呢，其實我覺得佢2000蚊以內算係最抵玩嘅一台啦。點解咁講呢？1750就可以買到美的1級能效變頻冷暖嘅機，相對嚟講真係冇其他好講噶啦，因為2000蚊唔到，品牌質量各方面都算係很 OK 嘅機型啦。咁樣預算更加多嘅朋友可以主動考慮呢一隻風磚。風磚嘅話呢，就升級咗大機頭同埋大風口，同埋多咗180度嗰個送風啦。咁樣呢一台機就1.5匹會比較抵玩嘅，1.5匹呢先賣到2150，第一匹就賣2100，就差咗50蚊。咁樣中意第一匹定係1.5匹，大家見仁見智啦。我個人建議就13個方以內就一匹，13個方以上就1.5匹啊。美的嘅風磚，咁樣就格力，始終我覺得格力都係雲錦嘅3。就會相對嚟講比較抵玩啲啦，因為雲錦3代嚟到講呢，佢用嘅料同埋佢嘅逆較會比較犀利咧。因為舊年雲錦3啱啱推出嗰時呢係去到3字頭嘅，今年去到咩價？第一匹先2450蚊，咁樣就1級能效變頻冷暖，算係格力當中比較牛嘅一款機啦。雲錦3啊，嚟再介紹多台貴機咧，因為呢一台貴機呢要重點講一講嘅，美的嘅靜優風3匹1級能效嘅呢台機牛喺邊度呢？1700嘅循環量，即係意味住算係3匹機當中嘅天花板啦。咁樣呢一台機其實佢唔貴嘅喎，5000蚊都唔使，4009蚊啊呢期出。咁樣就美的3匹1級能效，製冷效果絕對係有粒粒聲嘅，唔係講笑嘅。好似老實咁講冇咩缺點，因為唯一嘅缺點可能外觀方面有啲人好中意，有啲人唔中意啦。因為嗰度一關埋變咗銀色嘅，就變咗呢隻顏色嘅。我上個畫中畫俾大家睇睇，就4009蚊。好大玩，真係好大玩，因為舊年係賣緊6300，我印象記得好清楚，舊年係賣緊6300嘅，今年降到4900，真係大玩嘅。